再来看新北的祥和病院，一个有新的医生出面指控，讲去互主管刁难，排连续上班32点钟，害老体。今仔病院调查结果认定，确实有这场霸凌的行为，已经甲这个主管调职。病院传出这场霸凌，这祥和病院也向医学部主治医师、外医师13出面指控，今年年初有薪期间，互主管违反互的值夜班，也就是暗时10点到加工透早，佮上规工的日时班至少连续工作32点钟，佮强迫暴露伫有利辐射环境工作，互身心承受真大压力。已经7礼拜提职，也安尼停止心跳佮流产，最后走投无路，才向病院提出申诉。他说要我遇到 case 的时候再临时去找其他人帮忙就好，但如果到时候其他医师刚好都在忙的话，我如果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，难道要我放着病人不管吗？外医师表示，这主管已经不是第一摆安尼对待有新的女医师，甲即马无对伊甲其他受害者回失礼，所以进前伊向病院提出这场霸凌甲性别歧视申诉函，院方伫压力之下将这主管调离现职。佮经过这场霸凌申诉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，认定这场霸凌行为成立。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尾声，那我们也已经公告了，我们让这个案子呢认为是成立的。新北市卫生局强调，已经请院方说明，若违反规定，会邀请劳工局或者是社会局开发。祥和病院是指出，双方对调查结果若异议，应伫20天内告提申诉，啊若无就会直接公告处罚结果。也宣导当前，这场霸凌应用阮的正确观念，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